后来镜头所登来台湾来看陈其迈拼高雄市长的补选，早起的第一站就是去韩国瑜当时第一站的秀美店实全果菜市场，这是引发着外界的联想。陈其迈讲无其他意思，就是单纯要来拼经济。那国民党这边咧传出讲要来派高雄医学大学的院长侯明峰，也就是新北市长侯友宜的二兄出来选。这个侯院长出面来回应咯，讲会甲病人拜大星。但是这个话嘛讲甲真有春秋哦，虽然无承认，但是嘛无否认。加油加油！陈其迈辞职了后，正式开始以高雄市长补选的行程。伊行到的所在，支持者要求翕相、握手，伊拢袂拒绝，嘛真亲民。连续走2个市场，但是伊选一个韩国瑜上任了后第一个大卖地点，就是实全果菜市场。陈其迈讲，伊是咧拼经济。一方面跟市民朋友听取他们的意见那第二个就是要赶快也了解实际的问题。回去家乡拼补选，看会出来真欢喜。所以即马民进党已经有人选出来，国民党内到即马还阁未确定。有消息讲新北市长侯友宜的二兄高医院长侯明峰可能会代表出征，但是本人回应的时阵无讲有，嘛无讲无。国民党如果真假设性的问题，不是我能回答的还是谢谢。另外一方面，高雄代理市长杨明洲就任了后无到1礼拜，就去面对市政总质询。有人问伊讲：“你会烦恼这个考试未？”伊讲伊是平常心，伊嘛相信议员文静会真理性。